新闻头起身来看，昨暗晡有真侪民众半暝拢互地动摇甲醒起来。伫半暝2:26发生规模6个地动，2:32分又搁发生规模6.3个地动。规模地动是真侪，震央拢伫花莲又搁有灾情传出来。伫4月初3地动了后，受到洪大的通水大楼，搁有中山路目前的休困征收的富凯饭店嘛因为地动拢起去，加在大楼内底是拢无人，目前嘛按算2礼拜内会拆掉。因为地动上接落，花莲县政府透早嘛宣布讲，今仔先停班停课。监视器画面一尊天摇地动，现场硬碰碰。花莲的富凯饭店一年半被震倒甲出去。另外一边早就被列为红单几楼的通水大楼，支持的 H 型更价也被震倒。2楼直接正做1楼，虽然居民早就已经全部撤离，不过也是有人唔敢转去看一下。一夜难眠呐，然后想说天亮了，然后就想说赶快跟几个住户比较好的大哥啊、大姐他们约好，就一起过来静静的陪他。花莲规暝真袂线，到这中山路顶悬，已经有44年富凯饭店正做2卡戏大楼，明显出12度。附近住户规暝赶紧撤离，天一光。工程车紧急进驻，比较天星大楼拆完，先进行点土支持，有过2礼拜拆完。没有想到这个余震这么的密集，而且也这么的强烈啦。像昨天晚上，我想全花莲没有人有办法睡觉啦。珠江路顶悬有一栋2层楼的面体崩塌，1楼直接消失，好佳在无人受困。下远的洗衫场也因为强烈地动，一年目都倒去。花莲县政府原先控诉空山建筑部紧急评估，收件到4月19为止，即马地区一直冰心，可能要继续收件。现在可能因为这么大的余震一持续发生，可能因为再开始。今天开始又在进行紧急评估收件，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评估案件，或者是有一些旧的案子要去做复评。围绕附近的居民趁天光回去提贵重的物件，唔知伊即摆什么时阵才能够回来。花莲在后复原之路是真远，进前的红黄单几楼是不是够受损，拢要重新个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